當年今日知唔知6月17日國際時事報告，1900年6月17日，法國聯軍英日俄德等攻陷大沽炮台，天津失守，北京門戶被打開，清王朝嘅都城直接墮落喺侵略者嘅槍炮之下，後嚟被簽約咗辛丑條約，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1925年6月17日，美英等國喺日內瓦簽訂咗禁止喺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者其他氣體同埋細菌作戰方法嘅議定書，亦即係日內瓦議定書，為限制化學武器同生物武器嘅使用立下規矩。1945年6月17號，中共7大代表同延安各界代表喺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咗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緬懷嗰啲為咗革命事業犧牲嘅英雄。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喺新疆羅布泊上空空爆試驗成功，原子彈到氫彈僅用咗2年零8個月，速度遠超美蘇英法等國，標誌中國核武技術跨越式突破，打破西方核壟斷。1972年6月17日，發生咗著名嘅水門事件，5個人潛入水門大樓安裝竊聽器被捕，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被捲入呢樁政治醜聞，最終被迫辭職，成為美國首位辭職嘅總統。1994年6月17日，第49屆聯合國大會依據聯大第2委員會建議，決定由1995年起，將每年嘅6月17日定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喚起大家對防治荒漠化嘅重視。2001年6月17日，羅馬喺主場3-1擊敗帕爾馬，喺卡佩羅嘅帶領下，托替首開紀錄，蒙特拿梅開二度，終結18年聯賽冠軍荒，捧起咗闊別18年咁耐嘅意甲聯賽冠軍。托替嘅爆射破門更加係令人熱血沸騰。2021年6月17日，美國紐約發生一起槍擊事件，一名蒙面男子邁克爾洛佩茨追擊一名24歲男子，在街頭開火，過程中撞到一名婦女和兒童，場面驚險。後來槍手喺6月25日被警方拘留。知古今通天下，今日就咁，聽日繼續。幫我點讚、訂閱同分享，多謝。